一般外界对着化妆品系拢停留伫学画水水的彩妆，但其实该系针对生物科技甲化工顶面的专业，容易当互学生研发健康的保养品，或者是彩妆的配方。其中，远东科技大学的化妆品应用管理系伫暑假期间，就以防疫为主题，透过网络教大家若一直屈伫冷气房，如何家己做凝胶甲面膜来保养皮肤。非常均匀的。那好，那已经你看这是少量的角之后，那这个正抽剂呢，到底它有没有均匀哦？它这个类似蚕丝的面膜纸呢，它是2层的2层的呢，我们把这个同学呢戴口罩时间很久除了防疫达到了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希望同学呢，就是也可以美美的，所以系上呢，我们设计了一连串的微学分的课程让同学在家也可以学习，包括了我们的面膜制作，还有凝胶的制作，美发的英文，还有口罩下呢的彩妆，让同学呢在家学习的线上课程除了可以知识增进之外呢，也可以对同学的打扮呢，还有个人的彩妆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。课程当中，上课学生也是如何伫嘴暗挂起来，只画目睭甲目白，互你看起来的加做精神。口罩戴起来，只露这边，那露这边不画眉毛、不画眼妆，就会素素的，会不好看，会比较像大妈。那我们画了这个漂亮的眼妆 ，OK， 小心机的眼妆呢，会让自己会变得更有精神。好，除了口罩遮起来的地方，眼睛的部分呢，都还可以看得到。好，让自己更美，那也提升自己的自信。学校表示，这款的课程不只予在学生，其他民众透过网络嘛拢开放，会当做伙来学习。咱的新闻、军及采访报道。